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初3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美国经济数据无好，科技的财报嘛无好，连带影响到昨日本的股市，创疫情4档以来一日落上大的幅度。因若昨台股嘛一声落1004点，是有史以来落上济一天。过来是中国时报。真侪航空公司的查某空服员制服敢若当穿裙、伪装、偷模型嘛，拢规定甲真严格。人权会即阵就决议认定这是性别歧视，建议航空公司爱护女性会当穿裤。航空公司嘛回应讲会参考。落尾是自由时报。森林护管员伫咧今年11月要招考，而且头一摆有放令资格，只要有高中以上的学历，年岁伫咧65岁以下，有普通重机驾照，也佫会晓骑拍速的奥多摆，就会当去报考。一个月薪水上少有3万2。过来关心到凯比丰泰造成代替的北回线长站，经过抢修，伫咧昨已经提早恢复通车。因为受到交通的影响，华东的观光业者嘛希望县府会当来到协调，增加飞灵机帮抢救当地观光。天才拄光，一帮5点花莲驶去宜兰头城的区间车，伫北回线停驶9天了后，变做代替抢通了后，第一帮发的列车，车顶虽然人无济，不过对在地的民众来讲是真重要，尤其是往返花莲到和平之间的上班族。10几天没回去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还有工作的因素啊，不得不进驻和平。因为凯比丰泰受创的北回线总算是恢复东正线单线双向的通行。另外，小清水溪桥西正线按算要到12月底才会当抢修完成。另外，代替西部干线往返嘉义到新营的路段，因为大水甲北江溪铁路桥下骹的土冲甲拢无去，这摆嘛同款伫抢修了后，初二正式恢复双线的通车。双向通车啊，呗？双向通车啊。那地铁要限速10公里，慢行10公里啊。代替是拍拼在抢修各地铁路网，嘛先线消头空中的容量，因为台北到台东的交通，伫丰泰过后，敢若靠2间航空业者，佮往返5只厝，一抓加载350个人。到消化需要交通的人，但煞出现话违满啊，报道率煞低的状况。业者推测，尤其是烦恼天候影响航班，佮惊陆上交通问题真济，才无愿意来。搭飞机也不见得有机位可以过来，或者从南回。那成本又更高，所以取消的比例在100%。台东的消防球嘉年华人嘛拢比较早搁较少，官府虽然提出旅游奖励，但是饭店的退房率同款嘛是要到3成。业者嘛呼吁交通部协调航空公司来加开航班，也是用大只飞行机来载客，减少旅客对交通的烦恼，可能较会当提升因旅游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的7月初1，民间的传统拢会来款待这的好兄弟伯啊。因那伫咧北部出名的家人中元节，嘛准备伫阴暗子时过会来开灯照路。明仔载就要来开看门，展开1个月的民俗祭典。家人的老大公庙，当咧无闲用毛笔甲信众的名写伫普渡顶顶面，刷落来就会甲普渡顶挂咧老大公庙的4颗位啊。这规片满满的普渡顶，拢是信众为着拜六半暝12点中元节开灯夜所准备的。到普渡顶的财富讲，这挂普渡顶是为着要互108个老大公伫开看门的时，会当照光，互因好找咯。到这时候就普渡公灯啦，要来接应吼，咱咧以前那个先民那一些好兄弟过来普渡这样。一般来讲，就伫7月开鬼门，不过家人的老大公庙是讲开看门。庙方表示，当初将砖烧台400几人，为着要祭拜这寡先民，因将108个老大公的遗骸捡回来，去做老大公墓，后来才改名做老大公庙。漳州人先到基隆地区来，然后泉州漫道，然后在杭店，就是我们现在的南龙公墓发生械斗，然后械斗后大概死了有100几个了，后来统称叫做108位罗汉。在我们地区有一个叫做杨火辉先生，他去收集回来，就是葬在这边。
家人中关节活动已经传承170档，是北台湾上有历史意义、规模上大的民俗节庆之一，嘛是国家重要的民俗节点。今年中元节会伫新历8月初4开看门，9月初3关看门。除了保留100年节点的科技，嘛有中关普渡，嘛有放水顶游行。家人市政府嘛结合宗地艺术主题表演，礼拜就会开始伫家人6月1月日。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家人报道。家人北海岸新北野柳伫这几档观光拢发展了袂歹，所以伫咧9月初，家人的和平岛嘛要来举办岛屿生活节，要来拼观光。另外，台湾美食展嘛伫咧昨开幕，总统赖清德有去到场，讲希望台湾的食食文化会当吸引到如济外国观光客。岛屿生活节开箱。古水的山海巡回号到9月进前会巡回北部各县市，宣传北海岸的旅游景点。9月初，北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要伫家人和平岛邀请流行歌手结合在地文化甲历史，办岛屿生活节活动，望串联北海岸景点做定宣传。是我们要结合和平岛，结合在地的美食。结合野柳的非常看重的就是邮轮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未来呢，把这个基隆的这个整个文化、整个海港的美景，在我们和平岛这边去做一些扎根。那和平岛本身又是我们地质公园。北关处统计，家人野柳这搭北海岸景点的游客有75%左右来自外国，认为北海岸真有发展国际游客观光的空间，未来会继续串联附近的景点，斗阵推广。推广观光除了靠风景，用美食吸引外国游客也是一种方法。初二台湾美食展开幕，总统赖清德讲，台湾各县市的食食文化，通互咱对外宣传地方特色观光。吃在地的美食多一分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文化的滋味。我们要每一个县市都要把它的美食或是观光的亮点，把它凸显出来，来打造国内的旅游，也可以有国外旅游的效果。展览现场有来自各地方政府的单位，展出台湾各地头的特色美食。另外，交通部讲，这几年当咧产评审餐厅的米其林指南合作，增加评审台湾的特色餐厅。目前已经有56间米其林认证的餐厅，分布伫4个县市。未来会再增加评审2个县市的餐厅。记者阮郑俊由台北报道。最近这几档国内有咧推广运动节奏训练，这是来自日本的运动，用节奏较强的音乐结合动作，男大女幼拢会当来享受这款运动的趣味。而且也阁有专业的团队，家己偏教材，去到学校甚至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来推广。因按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就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项运动节奏训练。哎呀，袂歹哦！学生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之下，对节奏哪跳哪训练。这项为日本引进新型的运动，运用音乐结合肢体的动作来训练脚甲手的协调性。训练的过程是活泼佮深色，要让初学者买当接受。其实运动并无困难，查甫、老人囡仔买当感受运动的趣味，让骹手较美丽。因为我感觉我本身一个老师，我感觉这嘛是真好的物件，加入体育课内底，让囡仔去改变运动的方式。第一较袂遐无聊，啊，嘛会当真正改变伊的协调性。运动节奏训练功能真多元，除了原地站脚步、甲跳的动作，买当结合其他运动的项目，提高训练的效果。为日本引进这项运动的团队，家己编一套训练的教材，建立标准流程。除了去学校的体育课，嘛下用伫市面上的健身课，希望无共年岁的人拢会当接受这项运动。我是想要在台湾推广 STAR 运动节奏训练，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让因知影这项运动有偌好安尼。我想要把我会当做运动训练推广到50个国家，这是我的目标。经过6年的推动，团队嘛豆豆建立出训练的模式。唔那伫国内，各种体能的课程嘛会当看到，做出效果了后，伊嘛要甲这套课程去甲其他亚洲的国家来推广。虽然也是会拄着困难，不过因相信只要坚持继续行落，非主流的运动节奏训练一定会当徛起伫世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去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上高买就是韩国人，平均一天会开1500块台票，主要拢是开伫咧食的物件。因那观光署嘛定出今年1000万人来台的目标，伊会推出真侪交通优惠来吸引观光客。伫捷运站边即间较有名的豆奶店，一早起就真侪外国的旅客伫咧排队。观光署针对去年来台湾外国旅客进行调查。美食加特色的小食是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上主要原因。那伫购买力的部分是韩国的旅客第一名，平均一天开44.96美金，换算台票差不多1500。过来是中国的旅客，第三名是港澳旅客，一天差不多开1200块台票。永远不能带，但是一般台湾的小吃也很多，对，一般会带一些回老家。吃的东西，衣服也有。昨天买了鞋子，好买，好买。观光署今年甲来台湾的目标旅客定做1000万人。交通部长李明彦表示，伫下半年的罗动手推出机票加高铁票等促销方案。观光学者分析，因应旅客来源国家重新洗牌，甲疫情了旅游模式改变，观光署会当利用大数据对无同市场作精准的行销。比如讲，港澳客是以家庭旅游较多，依照因的需求来设计，才能提高消费意愿，也互旅客会当搁再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是世界出名，即马说因为观光客伤济，对8月开始要限制旅游团一团上坐到25个人，而且嘛禁止带团的人摕放送头伫遐大声喊，违规上当时会罚180块台票。手举旗啊，导游一直回头向旅行团的旅客解说景点。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全球有名的观光景点，今年游客超过400万人，面临过度旅游的问题。威尼斯为8月1开始限制禁止城市的旅行团人数，每一团上济只会当25个人，唔望减少对环境甲居民影响。对此，游客反应无同。Yeah, I think it's good. I mean, it's very, very congested in a lot of plac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in. And particularly yesterday, we were at the St Mark's Basilica, and the queues were massive to get in. So I think there's a need to manage it. Well, the people won't be as pleased because it's a very beautiful city, and people won't be able to see it in the same way, maybe. 联合国的文化机构过去捌2届考虑，甲威尼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危险的名录，认为旅游业是对城市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这嘛是今年4月到7月在当地旅游大季，第期试验对游客收入城的观光税以后，当地政府佫一摆祭出旅游限制。另外8月新规定，佫禁止导游甲领队用大声公来组织团客，避免正做错意，卖较无行人会当自由活动，但是违规会罚款25欧元到500欧元，等于台票880块到17600外块。Probably a good decision in that regard,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Tourism in Venice has pushed out 72% of the inhabitants in the past 70 years, so 28% only remain today. 暂时限制旅游的规定，除了威尼斯市中心以外，嘛会伫玻璃岛、彩色岛、还有到长岛实施。不过新的规定并无包括2岁以下的儿童、参加教育行程的学生，还有学术性质的旅行团。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益。天气报你知，咱做快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